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6月6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我们先看卖地的情况，1、2、3线住宅用地环比下降9.13%，非核心地块底价成交。这个是根据观点指数研究院发布的优质土储联合行动2025 5月房地产企业新增土地储备报告。根据这份报告显示，今年1到4月供应计划调整，住宅用地比例明显收缩，1、2、3线城市供应住宅用地450宗，供应土地规划建筑面积2504万平方米，环比下降9.13%。这面粉现在供应少了，同比下降19%，比去年那下降了将近20%。它还有一个特征，什么特征？非核心地块底价成交，也就是那些天天什么创新高的那个都是核心地块、核心城市，剩下的都是底价成交，而且拿地的多为属地企业。什么意思啊？拿地的都是当地的国企或者当地的民营企业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我说房地产继续低迷下去，未来就不需要这么多全国性的房企，也就是全国性的房企这个模式未来是不适应的，以后都是地方的房企、地头蛇他们跟地方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他们对当地市场了解，他们对当地这个用户的需求、产品有自己的理解。过去为什么都是全国性的房企？你比如说恒大、碧桂园、融创，他们都是一个图纸干遍全国。他们因为体量大，他们融资容易，他的钱福建挪到浙江，从浙江挪到甘肃，钢多，盖子也多，所以耍得很漂亮。现在这个模式已经不行了，楼市低迷，你怎么吹都没用了，就是一个钢一个盖子。过去那个地方房企，它没有品牌效应。第二个，它那个项目它花钱设计，成本也挺高，它也没有稳定的客户，所以再说它融资能力比恒大、碧桂园都要弱，所以赢家通吃。过去房地产高歌猛进的时候，都是这种宇宙房企，他们到一个地方，他并不是真的去拿地，他直接就收购那些项目公司，所以它扩张特别快。但现在已经形势反过来了，这些巨头都在 ICU 病房，所以反过来都是这些地方型的民营企业。我在很久以前就说过了，所以说你在胡适还炒什么那些房企的股票，那简直是疯了，这些房企都要瘦身。你看今年根据观点指数研究院发布的这个土储报告，现在都是属地企业拿地多，就是当地的房企。或者我们举个例子，你说万科现在拿地，它还有什么优势？没有任何优势了。关键这个观点指数监测数据显示，它是供应土地起始楼面价5086元每平米，环比下降2.6%，也就是面粉的价格下降了。我们天天看到的杭州、上海、成都，对吧？那个都是溢价成交，房企去抢，楼面价都是20万、5万、10万，不断的创新高。那个都是个别现象。这个观点监测数据指出，1到4月供应土地起始楼面价只有5086元每平方米，环比4月还下降将近3%。那你说房价它能不降吗？它拿地价格都便宜了。我们再看看，咱们老说上海日光盘5000万一套的房子，几个小时就卖完了，一天就能卖200亿。今天我看了一个媒体报道，说上海楼市疯狂1月，也就是5月份，他说的是5月份，5月份是上海楼市疯狂的一个月，9个日光盘和14个滞销盘同时出现，这就是咱们老说的，一边是海水，一边是火焰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啊。上海在5月份出了9个日光盘，14个滞销盘，就是卖不掉的，还14个楼盘卖不动。5月份的上海新房市场，一个词总结就是疯狂，说销售好的疯狂，销售差的也疯狂。5月一共37个楼盘开盘，是创出了今年的新高。上海5月总计推出5148套新房，今年的新高。5月17个楼盘有效认筹率超过100%，也是今年新高。5月诞生了9个日光盘，也是今年的新高。5月16个楼盘有效认筹率低于50%，又创了今年的新高。5月14个楼盘滞销，13个取消摇号，本来要摇号的，这取消摇号了，没人买。一个认筹率低于11%，也创了今年的新高。从这一系列数据反映出上海新房市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？这是一个热销与滞销并存的割裂市场。这个日光盘咱们介绍的比较多了，这就不说了。总之，这个都是一推出就没了，平均价格都是18万、20万的。我们说说它滞销楼盘，他说
滞销盘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总结起来，其实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远郊。他说14个滞销楼盘中，均价低于6万每平的有11个，房价越低，说明区域配套落后，越是没人买。他说有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，但不幸的家庭都差不多。这句话用在楼市也非常贴切。他说不过远郊楼盘也并非都卖不动，仍然有零星几个热销盘。同样，不是所有市区的盘都热销。杨浦内有中环的叫什么岭翠滨江，有效认筹率仅有48%，远远不及外滩序。这网上还有一篇文章叫上海日光盘频出，为何我的二手房还在跌？上海明明新房市场日光盘一个接一个，为什么新房和二手房脱节这么严重？日光盘多咱就不说了，总之它的核心地段产品也不一样，面对的用户也不一样。但是为什么二手房还在跌？二手房一般呢也分2种，二手房也分有老破小或者老破大，还有一种是次新房。现在尤其咱们在搞什么好房子、第4代住宅，这些东西推的越多，二手房越难卖，老破小、老破大压力越大。一般的这种二手房老破小或者老破大，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北京，它这个市场保有量最大，都是过去开发的非常多，现在房东都把它刮出来先卖掉。而这些老破小一般的都是面向刚需第一套房的，他是没有办法，既要照顾到他的工作，他还得在市区交通方便一点，又要他的总价还得低。现在这些刚需愿意掏钱的越来越少，就是刚需的这种韭菜也越割越少，所以说这些老破小就面临着问题。一方面他跟那些现在好房子第4代住宅差别还比较大，所以它就现在难卖，你刺激也没用。这些文章这些报道都是反映，即便是上海，它新房价格已经连3年都在涨，那一样的也有豪宅热销，但是远郊的或者室内老破小价格实际上是在降，而且还不好卖。远郊的新房还滞销，卖不动。不光上海，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一模一样。钱江晚报报道说，老破小降价4次卖不掉，杭州改善购房者太难了。这个杭州的楼市吹的是最火的，你看钱江晚报怎么说？他说太难了，旧房卖不掉，新房还涨价，怎么置换？经过大阳春的火力全开之后，杭州二手房市场出现明显降温，改善人群焦虑日益增加，旧房卖不掉，新房还涨价，怎么办？置换梦如何才能实现？杭州人周先生讲述了自己的坎坷的置换经历，说去年年初他把自己的市中心老破小挂到了二手房平台，希望卖掉后可以为父母改善生活环境，去周边低密小区付首付，把市中心的老破小卖掉，把这钱用去这个低密度小区就做首付，这样改善吗？这就是改善。刚挂牌时，杭州二手房市场正处于高点回落的时期，虽然市场冷，但不缺看房的人。这套50平的房子最初挂牌价是345万元，当时有买家想出325万元买入，但周先生并不愿意贱卖，就差20万，加上房子还有租约在身，就没有成交。2024年他不卖。此后眼看老破小市场不景气，出租也越来越难，你看租也租不掉了，周先生想要尽快出售，便继续降价。1年多的时间里，周先生降价了4次，但始终没有踩中点子。如今价格已经降到了225万，这么一套50平的房子，当初是挂牌价345万，人家325要买，他不卖，短短1年，现在就是225万，便宜了100万，仍然没有成交。关键是这个降价降了30%啊！不同于周先生的坎坷，王先生虽然也经历了1年的艰难卖房路，但好在及时止损。同样在去年年初，家住西溪的王先生有了置换的想法。一开始他们打算边卖房边看房，等找到了合适的改善房源，就立刻降价急售。没想到心仪的楼盘很快找到了，但是二手房却不好卖。今年1季度，王先生第3次来到杭州纯低密小区翠景河庄，眼看着想买的联排房源越来越少，但是旧房还没卖掉，在首付不足的窘境里，王先生也焦急了起来。机缘巧合下，销售人员了解到王先生的难处，推荐其参加以旧换新的活动，把旧房交给开发商牵线交易。本以为至少需要2-3个月，没想到仅15天时间，旧房已经置换成了心仪的排屋，成功改善，无痛置换。王先生发现的捷径让身边的朋友羡慕不已。这是钱江晚报报道的。你看过气网红城市啊，杭州就这1年里面房价二手房跌了多少啊？它这是可真正是市中心的
50平米的房子，325万跌到225万，整整跌了30%多，跌掉了1/3。我不知道那些在炒杭州房子的人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心情。在3年前我就说了，如果你在杭州你失业了，你赶紧把房子卖掉，到河南郑州，你在杭州100平米的房子，你跑到郑州你也买个100平的房子，郑州100平的房子得不到100万，剩下的对吧，200万300万你存到银行，然后再拿10万买个比亚迪，开网约车，快活似神仙啊！如果你没这么做，那你杭州的房子现在估计至少跌30%，不止。这个王先生跌了多少啊？如果说房子还不那么直观，我们再看，这都是杭州的媒体报道的，杭州的这个1818环境眼报道，有个业主买车位半年降10万，杭州业主觉得被忽悠。这个施女士反映，她说几年前买房时销售推销车位，说是车位紧俏，优惠力度大，不买就吃大亏了。可最近开发商又开始卖车位，价格直降10万元。复盘之后，他感觉自己当初被忽悠了。开发商回应，当初没有诱导购买。大家看视频。施女士介绍，2022年，她跟女儿在杭州萧山听悦雅庭买了一套房子，单价3万多1平方，还买了一个车位。新房2024年12月底交付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车位都快没有了，就是只剩下这么一部分车位，就是你如果再不买，下次以后价格会增高。有31万，有28万，有26万，有24万。那当初呢，我是选了一个24万的。交房之后呢，半年以后有一个销售突然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现在车位14万，说我要不要再买？那我听了之后呢，我就非常的激动，也非常的生气，因为我这个房子还都没住过呀。那交房了半年，车子都没停进来，你就直接下降10万块钱嘞。施女士说，销售当时给的选择比较有限，她只好挑选了离单元入口比较远的一个车位。5月，物业管家给一些业主发去消息，说是有营销车位活动。现场另一位姓施的业主说，大伙儿被新的价格吓了一跳，又复盘了当初买车位时销售介绍的情况。他说当时优惠价就是24、26、28万，以后就是31万，如果不买的话就是没有这样的优惠，是吃大亏了的啊。当时销售是有一个阶段性优惠政策，应该24到28万这么一个销售价格。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针对老业主再购的一个车位活动，就是已经买了一个车位的老业主，如果说复购的话，我们第二个车位可以享受到14到18万的一个价格。几位业主说，当初听开发商说车位紧俏，他们才急匆匆买下了车位。5月21号接到组织过协商，开发商回复，项目可售车位373个，截至目前已售177个，也就是说还剩将近200个可售车位。有业主找出了之前的聊天记录，有位销售说红点都是卖掉了，在业主提供的照片里，大部分车位都被贴上了红点。后续我们才知道，他就是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卖掉，他这个销控图就是贴出来迷糊我们的。我23年2月份买的，然后我在22年10月份邻居的途中都看到了我这个车位已经被贴红点了，就在还没卖给我之前就已经贴掉了，制造了这样一种氛围，就是说车位快卖光了，然后叫我们赶紧买，而且是最大的优惠力度。然后我们花了这样的价钱买到的都是这种边边角角的车位，因为实际这些好的车位我们都能看到的，他们都还停在这里，空在这里。其实我们贴点的话并不是说已售，而是说暂不能售。我们当时卖的时候不是处于一个预售的一个状态嘛。然后我们其实地下室的很多那个墙柱结构、桥架封管一些，我们是剪力墙结构是看就是不能清楚它的一个情况的，所以这部分车位当时是因为工程不利因素的原因暂留起来，然后交付以后我们是让业主去看过现场。这60个是因为特殊原因啊，我们还有40个左右的车位是当时是属于给部分客户暂留，或者说是我们已经有客户意向购买，然后我们那个贴点贴出来的这部分呀。现场几位业主表示希望能够退掉车位。在之前协调的会议纪要中，开发商陈述不存在业主所称的诱导未购业主购买车位行为，开发商没有义务向业主提供已售车位图。
记者找到属地街道，街道方面表示，在市场监管部门作出认定前，开发商暂缓销售车位，建议先等等调查结果。如有需要，他们之后也会继续组织协商。1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首先，第一个，你愿赌服输，你不要说开发商怎么诱导你，你为什么急着买？去年这是恒大的暴雷了。我知道杭州有一批人在炒房，杭州的楼市为什么那很多地方还创新高，就是这些炒房的，买了房子之后，明年后年卖出去就挣个200万，挣个300万。你要想一想，你这些人去买那些车位，开发商一忽悠，马上就买，一买就造成紧缺，价格就涨。现在有时楼市不行，他那房子都卖不掉，车位哪卖得掉？你看他那个本来24万的车位，现在降10万，28万的车位也是降10几万，车位的降了30%，短短1年时间，那房价降30%很正常啊。房子卖不动了，你听他吹有什么用呢？你现在跟开发商打官司没有用的，谁让你一忽悠就去买的？你现在怪开发商忽悠有什么用？还媒体忽悠，还中介忽悠，就让你感觉好像你不买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再不买你就赶不上这一趟车了。有多少人上当受骗？我在节目里一直说，他的新房价格看上去好像在涨，但是你要一买，你要说我买了之后明年后年卖，那对不起，根本就卖不掉。你不降价，你不把腿打折了，你卖不掉啊！你不现在你看二手房就这个局面，新房是的，你看你看中的新房，它好像降价降的不多，有的根本就不降还涨，看位置，这是一种营销策略。你耐不住，你忍不住出手买了，它就变成二手房。明年后年你想卖，你只有降价一条路。现在开发商把房子想尽一切办法，通过中介，通过代理，通过各种渠道，还有什么谈恋爱的名义杀猪盘，无非就是想把这房子忽悠到韭菜身上。你是自愿上当，没人逼着你买，你也是刀口舔血。同样是杭州现在想方设法的刺激啊，杭州现在力度很大。这个浙江经视报道说，杭州一地发1000万购车补贴。近日，杭州多个城区发放新一轮消费补贴，涉及汽车、电动自行车消费等。其中，临平区共发放1000万元购车补贴，根据新车价格的不同，每辆车补贴1000元到6000元不等，时间为5月23日至6月30日。此外，富阳区线下第2轮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已启动，每位消费者可补贴1辆，最高可享1200元。萧山区启动青年智消费补贴活动，3C 产品最高立减10%，最高补贴1000元。你看看杭州还是想办法要刺激经济，这还没完。这个杭州补贴最高1500万招博士后创业。大走廊杯2025年杭州博士后科创精英赛将于6月至8月于杭州举行，聚焦5大产业生态圈加5大未来产业、5大生产性服务业。大赛分为预赛、复赛、决赛3个阶段进行，按照成长组、初创组2个序列，预设智能物联、生物医药、高端装备、新材料、绿色能源5个专业赛道和综合领域赛道。据悉，金奖项目落地转化，可享受3年最高1200万元研发补助，最高300万元工作场所租金补助，并可在落地当年申请100万元启动资金支持。银奖铜奖项目享受3年最高600万元研发补助，最高150万元工作场所租金补助，并可在落地当年申请80万元启动资金支持。什么意思？我简单点说，杭州已经开启了割企业韭菜了，它已经不是抢人，但其他的城市还在琢磨着抢人，靠户口，靠什么抢什么大学毕业的或者是研究生毕业的，人家已经开始抢优质企业了。在我这儿举办什么大赛，各个行各业的什么生物医药、高端装备、新材料获奖的，那不是都是好苗子吗？把你留在杭州，给你补贴，给你奖励，给你研发经费。人家杭州已经不满足抢人了，他在抢项目，这是走在前面。为什么这么干？还是要把这个人气给撑住。有了项目万一跑一个出来，那他也提供多少工作岗位，又能就靠这个项目能拉多少人来。如果这个项目做得再牛，他也能拉到多少配套，对吧？但是上下游供应链就来了。万一我这举例子，跑出一个阿里这样的企业，对吧？那杭州又有希望了，有后继有人了。所以你看，他确实走在前面，有抢人，你别的城市还在抢人，人家在抢项目，这个也凸显当下这杭州它高房价，那需要实实在在的实业来支撑，要靠很多岗位、高薪行业来支撑，要不然它房价根本撑不住。它要批量制造那年薪100万的，那只有这些人才能去接高房价，只有这些人去接，它的房价才能稳住，否则它稳不住。你看人家这个思路非常清晰，它全部是高薪行业比赛，
完了给你钱，你都留在杭州，万一跑出一个或者跑出一批小巨人也可以。说来说去，他就是想通过这些产业来提供更多的优质岗位，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，他才能形成闭环，但是房价炒这么高才能撑得住。但是这个谈何容易？跑阿里那本身就有偶然因素在里面，所以进入5月、6月，大家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楼市好像压力越来越大。即便上海、杭州这样的当红炸子鸡，那也不全是好消息，也是喜忧参半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